卫福部进前有预告草案，要限制西药厂商甲患者药单的资料传去中国、香港甲澳门，这新制上禁止06年实施。安尼药界是强调讲，国产药品的原物料有50%拢是为中国进口的，新法若通过，这欠药的问题恐惊会搁较吃力。民众去医疗院所，互医生看了后，会摕医生开的药单去药房领药啊。不过，为着避免民众就医用药啊、甲临床试验等等各自会流出去，未来会禁止药厂甲患者的药单等等的资料传送去中国、香港、甲澳门等等的所在。针对这点，西药代理商工会名誉董事长陈世雄强调讲，药厂袂甲病人药单的资料泄露予中国，而且目前两方的关系无好，若正式公告做法规，恐惊会引起中国的反弹。因为目前国产药的原物料差不多有50%是为中国来的。烦恼未来欠药的问题，恐惊会愈严重。那我们又有一半以上的原料是从大陆那边需要去取得的。那如果把它政治化的话，那将来就会有很多的问题产生。它可能在其他国家，除了港澳，其实也有公司存在。那到时候其实从其他公司再传过去，其实也是一样啊。所以说必须要一视同仁，全球一致，而不是针对性。卫福部食药署顶一日预告，限制西药大卖甲小卖业，甲当事者个人资料国际传送去中国、香港甲澳门草案。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草案是根据个人资料保护法。原则上，每一个国家拢受同款法规的保护。不过，考虑中国各自相关的法规也未修治，特别修正行政命令。在横着大陆地区之个人资料保护相关法律以及法令的规范并没有完备。那以及大陆地区跟港澳的数据交换合作是很频繁的。那为了保障民众个人资料安全，所以我们才会依据各自法来限制西药批发、零售业者。食药署指出，这个草案的预告到明年，也就是114年2月17日，会持续收集各界的意见。为了减少后续产生营运的冲击，上紧在115年7月，先针对西药大卖业来实施；然后西药的小卖业，上紧在116年7月份实施。记者综合报道。